好啦，讲完一句啦，成功的同学，未来是安怎？成功！来，恁啦，恁啦。听到 Michael 叫你某，佮讲是咧讲生笑的。迄年离开后无偌久，因妈就意外过身啊，所以阮妈就甲伊接过来照顾。啊，虽然就行到阵啊。啊，你咧？遮尔侪年，拢咧创啥？无创啥，就安尼啦。你可会记得无？迄个时阵，咱有一个约束。你是讲考到钢琴大学，做去台北？其实这件代志，藏伫我心内足久啊。今仔日总算会当当面，甲你讲一声实个啦。我本来就无爱读册啊，啊，毋是你台北考试吼，拢考咧头前。无啊，你足厉害呢！无爱读就是无爱读，但是认真起来，同款会当考赢我。我知影你足骨力想要改变，啊，毋过人一世人就是安尼，毋管选啥，好还是歹，拢爱家己担。小芬，你敢是真介意 Michael？ Michael 伊哦，对我足好诶。伊若甲你欺负吼，你得甲我讲啊。你放心啦，伊会欺负任何人，就是要欺负我。时间无早，Michael 做干呢，我先来等啊。拜拜。小芬。你的手机啊？开始有会啊，定定袂记东袂记西的，多谢。我先来走。